嗱，呢兩煲薑醋呢，就係媽咪特別為阿妹妹將來生 BB 而準備嘅。嗱，呢一個煲呢，就係喺唐人街買㗎啦，為港紙呢，就係250蚊，賣咗3500yen。本來就唔係呢個 size，應該再大一個㗎，但係因為呢，買咗翻嚟一試嘅時候就發覺佢漏水，所以第二日又要再出去換個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因為冇大 size， 細嘅都好啦，好過冇得用啦。嗱，呢一個呢，就係 Rowena 同佢奶奶借翻嚟嘅日本式嘅大火鍋，咁裏邊呢，呢度啲材料呢，就巴閉咯，全部除咗啲雞蛋之外，都係喺香港運過嚟嘅，裏邊呢，就係有黑豆啦。有醋啦，有薑啦，跟住嚟到日本，再買咗啲豬手，同埋買咗啲雞蛋擺落去啦。嗱，係咁先啦，俾你哋睇下啲愛心薑醋煲啦。Stephanie 冇問題㗎，第二日你生媽咪都會整一煲俾你嘆下嘅，只要你肯食就得㗎啦。拜拜。